你好吗？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她是我妈妈。她是我妈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明。我叫小明。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我是柬埔寨人。我是柬埔寨人。你会说汉语吗？你会说汉语吗？我会说一点儿汉语。我会说一点儿汉语。បាទចូលចិត្តសូមកុំភ្លេចជួយចុច Subscribe និង Like ដើម្បីទទួលបានវីដេអូថ្មីៗបន្តទៀតសូមអរគុណជម្រាបលា